即时请咱专心来做今日的主日礼拜宣调。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心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祝福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即时要请敬拜团来带咱来阿罗上帝。今天是母亲节，然后很高兴看到很多可能我不熟悉，可是大家很熟悉的新朋友。对，那今天是向母亲献上感谢的日子，同时我们也要向我们的神献上感谢，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也保守我们的生命。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歌唱。对，那如果需要休息的话，也可以随时坐下。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我踏我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让我们可以大家一同欢呼击掌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他保守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我们再从头唱一次。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到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直到永远。让我们再更大声的来欢呼，更大声的来唱。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躺卧青草地，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灵魂苏醒，引我走正义路。我虽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在我敌人面前，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到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一生一世有恩惠，有慈爱跟随我。我要住在你殿中，让我们一起欢呼。嘿嘿哟，嘿嘿哟，你
将我们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是的，因为他是那一位保守我们的神，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在我们困苦的时候，仍然是我们的牧者，给我们更多的盼望，给我们更多的希望。我们用下一首诗歌来将我们的感谢，将我们的敬拜献给他，因为他是那位配得所有荣耀的神。我们用更深的心情来向他歌唱。这时代要全心的敬拜，坐在宝座上全能的神。这时代要一心呈现你作为高举你生命。荣耀，荣耀，荣耀归于你，圣哉，圣哉，圣哉。荣耀归给他。荣耀，
即是请大家犹原徛伫，担心来量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使玛利亚出世，伫本场不列多人来受苦，定十架死埋葬罗云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他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会对个遐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信统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即是请大家三角来祈祷。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权能永活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阮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伫这圣的主日，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要用吟诗乌乐来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咱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全能的神，求你怜悯阮。救阮脱离遮罪的偷棒，伫你的疼内面，咱有毋茫，无论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会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我们将你的话记牢伫阮的心中，真侪生活中随身的帮助。教会中若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伫病院的人，求主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若有厝外出国，求主赐因平安，也为着教会长子甲事工来祈祷，求主赐因有智慧甲力量来互助因，也为着教会会使真侪有见证、恩典满满的活命的教会，伫社区中荣耀上帝，也为着这个国家来代祷，想使咱的国家的政治者甲官员有教育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即是愿主的圣灵临到阮的中间，互你的话会使透过小等的蔡长老的喙，互听的甲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即是要请撒马团契来带咱的黑老上帝。即是咱来看上帝话，记载在旧约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章24节到28节。我来读。
已经甲伊转认，就带因三架石西罗，到耶和华的厝，搁带3只牛孔，一盒花油的面粉，一杯茶酒。迄时囡仔搁细汉，因杀一只牛孔，就带囡仔到以利的面前。有灵人讲：“我的主啊，我记你的活命来救抓，我的主啊，真徛伫你遮恳求上耶和华的迄个妇人人，就是我。我求我的即个囡仔，耶和华已经赏赐我对伊求的，所以我用即个囡仔献耶和华，伊一世人献耶和华，就伫遐敬拜耶和华。以上即时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的题目是风和爱。大家在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1年1度我才结了一朵，咱台语叫做真容花，较耐心、较耐上、较耐心。这个挂来的时阵，我第一遍挂的时阵，我唔敢挂，因为对我来讲，我的老母是我一生中间甲我上亲密的，15档的中风，甲我上到做伙。感谢上帝，讲我老母中15档，咱是讲每个讲感谢吼，总是好佳哉有去15档，互我当起来完全做伙。今日有发到咱真侪妈妈也到伫咱的面前，然后咱最后班的张琼文姐妹，请你站起来好无？嘿，张琼文，咱拍个手嘿。黄玉琪姐妹，哎耶，段美超嘿，郭宝珠姐妹，嘿。哎，叫欢喜恁来嘿！高世梅姐妹，嘿嘿嘿嘿，张俊义姐妹，嘿，哦，听这个味道，我咧家己甲问高主这个味道，洪翠楠姐妹，嘿哦，哦，我音乐看多元的党都有刘秀凤姐妹，嘿，蔡宝玉姐妹，嘿，林俊玲姐妹，嘿，啊，好棒好棒，嘿！今日看你大家来时，我的心足欢喜的。我们的心非常高兴。这个礼拜5，就是前天晚上，我跟吴晋生弟兄，我们有去参加有去参加一个人权外国报道各种人权的颁奖，其中有一个得奖者，那个这些就是你刚才个印象，缅甸一个女孩子，她得到报道缅甸的一个颁奖。他因为不能拍照，所以他们特别用红袋子哈，我们的那个卡片哈，贵宾卡都用，他用红袋子特别用起来。那到缅甸，我就想到我们心仪。今天我们的大家庭，不要忘记，缅甸跟台湾一样，我们都是一家人。那么现在讲缅甸的一些故事，当然那边又讲阿富汗，讲了很多的地方。我们心里也很难过，说很多的地方可能你没办法跟妈妈一起过母亲节，但是也不要难过。我把我当叫我妈妈做伙过母亲节。风和爱是一首歌，这首歌是天天诗班所做。我的手在座很多人会唱，可能很多人也不会唱。今天这圣经，我跟人讲代志，一个人叫做哈拿。这个哈拿本身是以利加拿、伊利加纳、伊利加拿，伊传两个某吼，即马袂使传两个某啊吼。其实人讲，若一个人要互一个人足无用的吼，都叫伊去传两个某，安尼就足无用的啊。伊传两个某，伊足听这个大某叫做哈拿，但是这哈拿袂生囡仔，在那个时代不能生小孩就是一个罪恶吼。这个，我现在人权委员会我都觉得说，当时怎么有这种想法？不能生一定是女孩子的责任吗？其实不能生，很大部分都是男孩子的责任。可那个时代不能生就是女孩子的责任，所以他就到圣殿里面，在那边祷告：上帝啊，让我生个小孩吧，让我生个小孩子。祷告到那个祭司以利以为他在什么酒醉啊，就是酒醉啊，那个都一直祈祷，最后。以利西问他那个祭司问他说：“啊，你的宠爱，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祷告，希望上帝给我一个小孩。”啊，以利就听到知道了。上帝笑一笑说：“上帝会应允你，上帝应允你的所行。”祈祷，
上帝应允你的所行，祈祷。我想咱在座有个咱遮的妈妈，毋是咱基督教，咱的教会人，总是祈祷是对咱天地所有主宰祷告。你有没有每天为你的儿女祷告？我每天都一定会为我的儿女祷告，因为你的小孩从出生的那一刻，永远跟你一辈子都没有关系。若你不相信，等一下看我们政委抱着小孩是什么心态？哼，我有嘞，你们有吗？抱个小孩的心态，感觉上很棒吼。像阮阿强吼，顶几日马上搁抱一个囡仔，毋是这个平这较大汉吼。这个囡仔真细汉，像阮到迄只细只高山嘛，真细汉，那个抱掉站暝，向爬起来讲太，要搁找阿公，阿公咧准备倒立嘛，是阿公爱陪困，爱抱咧困吼。你要感觉讲一个负担，可那个负担叫做甜蜜的负担。一直祈祷，你到底有逐日为着你的囡仔咧祈祷无？你讲我都毋是跟你基督教徒祈祷，你们基督教徒，你嘛使为着你的囡仔祈祷呢？为着囡仔祈福，为着你的小孩子祝福，他是你一辈子的负担呢。也许你的小孩子在了，也许你的小孩子不在，可是你从小看他这样长大，你会觉得说啊。在我们讲祷告就是一个呼吸呀、我们读圣经就像我们的粮食，祷告就是呼吸。但是为着你的囡仔祈祷，有效无？有效呢。叫你但是为着你的囡仔祈祷，你看求上帝，求那个天地的主宰照顾你的小孩，他真的会照顾他。让我们知道，你有每一天为你的小孩祷告吗？我们问自己。也许你忘记了，你说有啊，我每天都很想他。可是你要为他祷告，小孩子你生出来，你的脐带，尤其跟妈妈脐带相，你说剪掉，剪不掉了，一辈子剪不掉啊！那个脐带你讲我得用加长啊，变大仔嘛这世人你嘛加袂长，这世人都加袂长，你有甘心乐意的奉献，咱看到。圣经继续甲咱写讲，尾伊生一个囡仔，因为甲上帝聘讲，这个囡仔若大汉，孩子长大了，他要把他送到圣殿，等你断奶以后，当然以前养小孩可能养得比较久大概都6、7岁的了断奶以后，他把他送到圣殿，给他做服侍上帝的工作。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足侪咧甘心的乐意。其实做父母这项代志，永远做袂到是安怎？放下，放落。你甲我当学习放下，有啦，我囡仔大汉啦，我拢无咧管你，迄是叫做嘴咧讲。囡仔大汉，你也走去美国读册，你去美国留学念书，还是你出国一阵子没有联络你在讲，奇怪，他现在不晓得怎么样，做妈妈的都一样，每个心从出生的那一刻。到你眼睛闭上的那一刻，小孩永远在你的心里。今天我没有讲很多，今天我要请大家听一首歌，是妈妈，是女儿。若有空的话，你们上网去看看，是妈妈，是女儿。这是妈妈唱的，之后有女儿唱。请咱每一个人真详细听这歌词，你去回想看卖，回想看看，你这辈子是怎么样？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妈妈，尽管岁月已吹白我的头发，送你上学第一天，要你勇敢，我却哭了。后来你没回你家，挥手说走了。当告别已变得轻松，可我的心还会空。
查某囝，亲爱的妈妈，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我是第一次做女儿，可也是第一次来做我。离开家的那天，车开之后都哭了。我不想让你担心，笑就会受呢。人长大不轻松，我后来才知道，孩子会穿过大雨，去懂人间的道理。我只能唠叨，因为我已奔不上你了。妈妈会留在童年，给我打很多电话，说园子的花开了，我先挂了地铁上。早上吃饭了吗？按时睡觉了吗？原谅我只懂这样参与你生活，可我都没做得到，所以不说话。不想对你撒谎了，又怕你难过。匆匆挂了电话后，发现我是那么的想念你啊。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放手如果是一门功课，妈妈一生没考过。放手，如果是一门功课，妈妈一生没考过。每人拢感觉我足潇洒的，我孩子长大了就放他出去了。仙女妈妈在你离开的时候跟你讲：“你去吧，妈妈家里不必烦恼，我们会照顾自己。”我这辈子花了钱，花了很多，都在电话的钱。我妈妈中风15年，我每天回家，第一件事情是跟我妈妈聊天。其实我妈妈的智商已经恢复到小孩子，然后她的船是特制的，因为会升降那种特制。我会爬到她的船上里面，跟她聊天，告诉她今天发生什么事。我妈妈拢记得给她笑呢。我以为她都不懂哎，可是我才发觉到她都听得懂，只是因为她没办法表达。数年来，她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躺在床铺上，可是我还是可以陪她慢慢在走路。今天我带着白色的康乃馨，我也慢慢陪我的妈妈走路。在座的很多人还带着红色的康乃馨，我跟你们讲恭喜，你还可以陪着妈妈在走路。放手如果是一门功课，妈妈一生没考过。你真正我都通放手，囡仔完全你拢唔免插囡仔，大汉啦，家己足自由的，伊拢总大汉啦，我都免插伊，我都不必理他，真的吗？我长大了，孩子长大了，我完全不理他，可能吗？今天在座的很多人已经当过妈妈，很少数人没有当过妈妈。但是我告诉你们，当你小孩子落地的那一刻，你就是一辈子的牵挂。正慧对不对？台湾现在地震很频繁，常常地震。做些有咧吼，地震啊，台湾啊摇，921以后第一遍感觉讲，到底摇遐济遍的啊，摇啊常常咧摇拄着，阮秘书长，
喂，地震！我讲这样的话像摇篮哦，妈妈的摇篮在摇，会不会怕？会紧张啊？新的小孩子为了地震就吓到去住马偕医院。土耳其大地震，前年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地震，他们在挖掘的的时阵吼，突然看到一个妈妈，下面有一个小孩，妈妈已经僵硬了，死去呀。可他们突然发现那个小孩还活着，因倒他个呕出来，这个囡仔看到规个嘴拢血，有打去呀。因才发觉讲，这个囡仔是安怎挖落来？这个囡仔妈妈将伊的冷互囡仔吃了，已经无啊。伊说用摕玻璃将手挂好开，一手，一手把他手指割开，然后给小孩子吸他的血，数伊的血，互囡仔挖落来。当因发现救到的时阵，妈妈已经过身啊，总是个手要拄伫这个囡仔的嘴。囡仔搁咧执咧，已经无血啊，搁咧执咧，总是挖落来啊。一手用玻璃挂好开，互囡仔数伊的血。那个为母则强。我们现在很多人感觉就是安尼少年的时阵吼，感觉迄结婚时阵就查某囡仔哎呦，要要做妈妈，怎么去当妈妈？这么小，可是他长大。他当妈妈以后变成他很坚强，他可以为了保护他的小孩子牺牲他的生命。所以雨果讲一句话：女孩固然是弱小的，但母亲是坚强的。只要你当妈妈，你就是坚强的。你做老母的人，你为母则强，这是我妈妈。其实我足少放我妈妈的相片，因为我实在无啥敢看。我导演叫我小弟甲我讲：“阿姨啊，啥怎你调咧？干你要顾妈妈？”我讲本来就是我顾啊。我若要15当中风了，我毋茫搁再出国啊。本来伫中风以前已经计划美国的301，我们台湾要成立一个智慧财产法院，要选我去那边，在美国受训半年，回来筹组台湾智慧法院。你可以说那是个荣誉。总是因为我妈妈中风伫美国回来了，我就甲因讲，我不要去了。这样的机会你唔去，不要了，我放弃。然后我就陪着我妈妈，15年来我都陪着我妈妈。然后他们讲，你22期，阮以前咧派院长拢是对一期头前迄几名吼先派。到我22期，我要派去做院长，我讲我不要。啊，不，你也做个法院，我讲我也不要。为什么？我陪我妈妈，15年来我就没有出来。就是连赖英照司法院长自己打电话来说，不要这样啦，你们已经24级都派了，我找不到人，我再这样派下去的话，人家会讲话啦。你先出去嘛，不要挡着人家的路。我说你就派他们呐，他说这个司法院以前的惯例一定第一名先派，所以我不得已先派去台东，1年以后就立刻转新基隆。我告诉各位，我不管去台东、基隆，我去台东遇到莫拉克风灾，开车要5-6个小时，以前大概4个小时可以开得到5-6个小时，柔肠寸断。我每个礼拜天回来，为什么？会当塞来我老母，我小弟伫美国西北大学物理博士，伊嘛是对美国得来照顾我的妈妈。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事情，一个妈妈节到了，我刚才问一下心灵，说妈妈节到了，你有买什么没有？心灵说有买蛋糕，我心灵不在哈，可能到我主日学了。我说蛋糕有没有我的份哈？他说你不是妈妈，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吃蛋糕，所以等一下我也要不要忘记吃蛋糕，不要忘了叫上我。我为什么对我妈妈这个样子？包括她的告别式，说一切都是我来欢乐。因为我妈妈在我小时候得到脑膜炎，伊甲我抱咧21日，甲我捂冰水，足个医生讲爱放弃，阮隔壁乌萨嘛讲爱甲放弃啊，这个囡仔无效啊啦，搁挖起来吼，阵人较准无死去嘛是头壳阿达，所以我甲你讲，我头壳即嘛是阿达啦。
所以讲，我有一部好地，阮妈妈细汉对我无任何要求，因为我来当活落就好啊。我细汉拢做我佚佗，安怎佚佗拢不要紧，因为我会当活落就好啊。对伊来讲，我会当活落，所以讲妈妈有几种类型的，第一项是热衷比较型啦。热衷比较，你当妈妈你会发觉到，做妈妈若定定讲，哎哟，阿姨啊，较认真读册咧哦，你看咱隔壁迄个阿伟啊吼，读册读偌好。你看人个偌乖咧，人倒来拢会做家事。语文呐，记得做家事啦，爱去爱洗啦，拢妈妈咧洗。就母亲节吼，我们请妈妈将所有的家事都放下，不要做任何家事，好不好？不要煮饭，不要煮东西，不要洗碗，不要清家里，明天再做就好。所以每个母亲节在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理所当然。但是咱足够比较的，哎呦，阿姐你嘛小学一个，那家生活偌乖呢？你看囡仔拢伊咧顾，像吼，那特别囡仔生出来吼，妈妈拢用骹咧换尿珠啊，妈妈用脚换尿布，你们知道吗？妈妈怎么用脚换尿布？你们会不会？我太太都用脚换尿布，你们会不会？踢嘛，踢先生，囡仔喘尿了呀。这是用脚换尿布啊！从小就这样长大，可是你们发觉到，那是一个甜蜜的负担。当妈妈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互相勉励，莫来比较东比较西，像我就好。因为我细汉就已经感觉无救啊，我妈妈都袂跟人比较，我会大汉就好啊，因为我拢考第几名。我到初中嘛第几名，所以我老母拢讲不要紧啊，第几名不要紧，都反正安尼无变坏就好，没有变坏就好。这是我妈妈对我的期望，所以我就这样长大，没有变坏。第二个是什么？全心奉献。妈妈对小孩子不但全心奉献，所有的东西都给小孩，为小孩子着想。你们相信吗？有的人到高中还不会绑鞋带呢，都是妈妈帮他绑的。老师鞋带掉了，说你会说不好，现在帮了我不会。你会说不会，都是妈妈帮我绑的。全心奉献给小孩，可是有时候全心奉献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会失望。为什么？当你全心奉献给小孩的时候，有时候小孩子反而觉得理所当然，有时候你觉得很难过，不要求回报。难过是应该的，在控制欲望型。妈妈，你成绩这么好，你要去念医学院。去年台大毕业典礼，有一个那个资工系的学生代表讲一句话，全场轰动。他说：“我应该谢谢我的爸爸妈妈，他没有逼我去念医学院，因为他成绩非常好，他就念资工系，我念得好快乐。”可是我们经常小孩子成绩非常好以后，就说：“要考1年哦，第一提到从台大医学院提到中山医学院。”做医生是咱台湾人，感觉拢第一个志愿，所以讲囡仔啦读册好，就是爱去考医生。现在社会都不一样，你能让谈到发展吗？我一个朋友的女孩子跟我讲说：“蔡总理想到就去，我怎么成绩遮好？伊甲我提什么你知无？台大考古系。伊讲伊就迄个死人骨头的，甲研究看这死人骨头是几重的，读起要创啊，出来无头路。”我讲哪个袂死就好啊，敢袂使？这就是颇有关系要考古系的。你家无头路，迄是完全是囡仔代志。但是咱足侪人是有控制欲望型，个是安怎呢？过分愧疚型。细汉时候囡仔可能目睭无好，可能是残障，可能身躯较歹，我就感觉足亏欠的，很亏欠。想尽办法弥补他。我细汉时候都无读册，我就想尽办法用上好的甲请上好的家教，给他补最好的习，让他可以受到最好的教育。受到最好的教育是应该的，可是你有没有已经过分了？反正你过分的愧疚，最后一种类型是什么？小心可恶！哎呦，这款后生哦，咱来迄个哦，就爱甲做设计的哦，怎么要小心可恶哦？小孩子不要让他学走路啊，学走路会跌倒。囡仔哪有行路都会跌倒。对于囡仔是安尼百般可恶。你细汉小时候你有没有学过骑脚踏车？你学脚踏车的时候，你有发觉讲啥代志？脚踏车骑起来就会跌倒。所以最后都莫学脚踏车，因为会跌倒。
这个囡仔这样代志危险会跋倒，这个代志了危险毋通做，这个代志危险毋通做。我讲好佳在细汉拢不能管，所以我细汉就是会去水圳偷收水，偷网柑仔蜜。这么要给很多时效过了人家要起诉我也没办法，赶偷妈妈把他偷完办那蜜。结果我隔壁迄个吴老师定定甲囡仔讲，毋通学迄个蔡老师因迄个阿姨啊，迄拢咧佚佗迄后摆无前途。阮迄个规宿舍区40-50个老师，拢讲我拢做囡仔头王，孩子王带小孩子王，毋通学阿姨啊，后摆无前途。等我们4、5岁，我那些人礼拜天全部带去主日学。因老母因为呢，如果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人大概都家境比较不好的老师，所以讲爸母拢无咧管囡仔，我拢甲带去主日学。好，阮遐囡仔阮40、50当后，大家都在回忆以前的往事，发觉到说我们这些上主日学都没有人要的小孩子，家境很不好的小孩子，成就都还没有很差呢。当医生、当教授的比比皆是，反而那些从小补习、从小讲拢毋通交阮这歹囡仔做去佚佗的毋是讲阮歹囡仔啦，这拢无咧读册囡仔做去佚佗的其实成就我觉得也是收受了，不见得比我们好。因为对我们来讲，小孩子在自由长大是一个很重要，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在这里拜托各位要全力支持儿女学习互相尊重。你尊重你的儿女，你的儿女就会尊重你。有当时咱拢是迄个权威型的，我做老爸。我今日看到阮许爸爸的创行业，我特别该击掌，但许爸爸看起来就很有权威，耳无功的。但是相对的，我们要学习尊重小孩，而且全力支持他。我现在足感谢我的爸母是，伊足支持我做啥代志，伊拢支持我，因为对因来讲，我当大汉就好啊。连我考调高中的时阵，阮老爸都唔相信的，讲你别甲我骗，你会考上家中？怎么可能？我考上大学，中兴大学。我老爸讲是毋是公立的？哎呦，毋这样搞哦，佫考会调，我都考调啊。等我考调法官，我考上法官的时候，我爸已经麻痹了。这个人总是有一些有些事情我没办法预料。等我当监委，我爸讲阿上叫你去做的，我讲蔡英文的。那他怎么认识你？我说我不认识他，可是他就找我去当监委。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对他们来讲，教会比较重要，什么都不重要。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很简单讲，一个人他爸爸是个学匠啊，恰不会伫美国人在做批是足善的，非常不好的职业呀。7岁厝人伊就开始打工啊，伊妈妈9岁就死啊。9岁那么死22岁伊要去考迄个法律学校考袂掉啦。然后26岁伊本来做迄个土地大些合伙人甲关机走啊，倒闭啊。留下一屁股债，42岁连第4个职业都去用甲撤销，然后伊足爱选举的，伊参加选举，伊的感情，伊第一个爱人就已经过世啊，第28岁，伊个对一个查某囡仔对死当了，这个查某囡仔甲再见买卖，到大足久的到迄阵年岁来讲，伫38岁、37岁的时阵，才开36岁的时阵才结婚，总是一当后，伊生一个囡仔，迄个囡仔4岁就过身啦。这个人你讲参前的历史讲起来嘛足闹气的。爱人第一个伊恋爱的人，迄个心绞痛死啊，过来伊28对一个查某对一波人无爱伊啊。伊37岁选国会议员，他选掉拄只是第一遍调尔。37岁第一遍国会议员，过来安怎选基拢输，安怎选都袂调。这个人你感觉安怎？这个人是啥物人？这个人伊的名叫做阿伯拉罕林肯。美国总统林肯，伊自细的时阵，伊的妈妈带伊教会读主日学，倒来了后，伊就将今仔日的圣经对头教会讲互林肯听，叫林肯爱好好啊，做一个有路用的人。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上帝爱每一个人，所以上帝爱从张琼文到林锦云，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上帝爱你们每一个人，他不分彼此，不能说因为你是我们中心教会的会友，所以我们特别爱你。没有，中心教会就是为了所有的世界，我们唯一的就是一个上帝做我们的主人。中心教会是为全部的人所开放，中心教会不属于任何人，中心教会属于大家的。
所以丘吉尔讲，林肯就讲一句话，他说，他从9岁，其实小孩子你不要小看，小孩子很小就有记忆力。就像我小时候，妈妈经常，你们要不要做这样代志哦？摇耳塞，你敢知道细汉弄摇耳塞，挖耳垢。你妈妈没有跟你们挖过吗？现在大家都注重不能随便挖耳朵，弄是用夹啊，头毛夹啊有无？这样呢，讲好。我细汉我妈妈吼，拢叫我倒伊个骹，倒咬耳塞吼。我妈妈讲咬好，讲妈妈搁咬几遍啊啦。好，咬耳塞感觉有够好诶好。即摆拢无人会晓咬耳塞，足艰苦吼。我细汉妈妈倒咧咬耳塞吼，一边咬一步咬了，啊，这个换一边咬了，个妈妈会使个咬对头到尾咬一遍诶。我讲无耳塞啊啦，现在咬耳塞足水诶。细汉妈妈伊着陪阮入面前，我要读册以前爱先背4篇23篇。然后他去读册，所以讲林肯总统讲，我这世人，我所有的，我所有当做，我之所能，都是归功于我的妈妈。所以丘吉尔讲一句话，他说：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那些总统，是在什么？是在那双摇篮的手。所以礼拜五我有传一篇文章给恁大部拢无来，因为我特别传到迄个季青兄，我甲讲，我看到蔡英文，因为蔡英文有去演讲吼。其实蔡英文我来记毋是几啊遍啦，但是听他讲那么多话，我这人足无耐性的吼。可是因为我们一直是面对他，一定别人都坐这样一桌一桌嘛，我们就一直就特别排的面对他在讲话。我越看他觉得有一点沧桑啊，8年来真的是劳心劳力。啊，佮看到咱迄个民主一直咧讲吼，讲叫这一直讲，咱哎，伊要做义工，伊要参加就职典礼吼，所以我就决定讲好啦，我来参加就职典礼好啊。那甚至我来台南吼，啊来当包得来包得，咱人敢包，我先问翕相阮太太看迄个国宴生子安怎吼。所以相对咱每一个人最后一项，咱来做一个啥物？一个合格的查某囝也儿女。我劝在座的各位。不管你的年纪多大，如果你妈妈还在的话，你一定要做什么？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因为父母是上重要一项代志的。你可能你真拢无印象，你细汉妈妈安怎甲你立起来？所以讲，你的父母唔通舍弃他的教导，妈妈甲你教的，你们看，妈妈迄是经验的旅程，妈妈讲的，你们常常妈妈讲话，拢共款话，哎呦，要食好饱，穿好烧哦，啊，唔通去教歹囡仔哦，啊，读册都认真读哦，你不觉得都是真理吗？你不觉得都是真理吗？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妈妈告诉你的时候，愚昧的人，甚至告诉我们的愚昧人才会藐视他的父母。尤其妈妈老了以后，啊，妈妈你唔知啦，这电脑打电动游戏你才会知，电脑你开都袂晓。也许妈妈电脑比你不懂，可是妈妈走的路一辈子的经验比你还多。所以，人讲生前一条刀，看牙西药拜求头。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咱来唱首，今仔日拢听歌，咱来唱几首歌。像细汉时，吕全生老师就教我们唱这首歌。那么其实真细汉的，定来教阮唱这首歌，我嘛就爱唱这首歌。咱唱这首歌的时阵，咱搁再一遍来回想看卖咧。你的妈妈怎么对待你？你的妈妈怎么对你？你怎么对你的小孩？大家应该拢会晓唱吼来。咿呀咿哭。一米大一处，咿呀咿哟，一米大一处，又行日落山，又行日光，你是我心肝，行咧小风寒。咱个唱一只就好来，咿呀咿，困来做伙来，咱开始来唱个。咪咪大一处，咿呀咿哟，
人是一样行，哪有两心情？查某也着听，查某也着听。最后，我要跟各位讲一句话：你要时常回想，你是怎么长大的？你不是突然吹个气球，像吹气球，噗就长大。你妈妈是一点一滴、一滴一滴看到你长大，用的是什么？最大的心血。一声咳嗽就是跑医院，哭不晓得哭什么。曾经我们去北欧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会友一直哭，我说哭什么？他说他不吃饭。我说不吃饭就肚子不饿，不是的，他已经2餐不吃了，他也不吃奶，一直哭。他是医生呢，他的爸爸也是医生呢。我说你们自己都是医生，难道小孩子怎么样不知道吗？不知道，他都一直哭，他都不吃饭。结果是安怎呢？因为我甲偷饲，已经甲偷饲去北欧牛奶糖足好食，已经去饲足细啊，所以讲伊拢食袂落。再传遮济牛奶糖，我都唔敢讲，因为妈妈袂使互食糖啊，我拢甲偷饲牛奶糖，所以拢食袂落。对你哭，我都唔敢讲，讲起来去互骂。所以就这一句话，请我们要记住：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我们一起念一次好吗？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再一次来，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你的妈妈也许你会去跟别人比较，你看别人妈妈穿起来就是穿那个旗袍，就是那个雍容华贵。可是我的妈妈永远是最漂亮的，世界上最漂亮的就是你的妈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为了我们创造别母亲来爱我们。从小我们跟母亲就结连在一起，她陪着我们长大，我们一定会陪着我们的妈妈变老。求你照顾全天下的母亲们都得到主你非常大的照顾，也求天下的母亲们都有一个非常孝敬他们的好儿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是咱三甲因诗应答上帝的话。即马要唱的歌是《风和爱》，请大家去。做唱就好。OK， 来。这首歌我们就坐着唱因为大家不喜欢来，我们一边想它的歌词，好不好？我想很多人会，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用我们的心再来。清风吹过树梢，树儿微芽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妈妈的爱真好，为儿为女忙到老，得不透，得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不能测透，人是神用心灵追求。对不起，吵错了。妈妈的爱真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测不透，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不能看见，不能测透，人是神用心灵追求，用心灵接受。
就好像风，就好像海，就好像风和爱。当你起身有了体验，自然不问存在不存在。本来咱即阵要送歌礼物哦，妈妈，咱卡掉主意儿显示了，咱做位来送好不好？这首歌真实的，我无多通唱真水，甲恁大家分享。咱搁唱一遍时阵，最主要是这歌词，咱来想看卖。风轻轻吹过树梢，树儿叶啊片片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但是妈妈的爱真正好，为儿为女忙到老。我们测不透，也分析不了，爱的存在，人人知道。好，很美的一首歌。那我们先来请竹日轩先来献诗。献诗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在一边唱的时候，在一边跟各位来奉献礼物来。这是咱有一个特别的赞美吼，要请主日学带咱来学罗上帝。这时吼，请妈妈会使徛开吼，咱加沙马团契吼，要赠送妈妈每一位一个礼物。请妈妈站起来，妈妈站起来，妈妈都站起来，请妈妈徛开，再坐下来。若是有拿到母亲节礼物，请你坐下。站起来，好，妈妈站起来，来。若是有摕到礼物的妈妈吼，请你坐落来吼。祝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哈！
即时啊，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那个奉献没有准备的不要哈，那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哈，所以没有准备的不要奉献哈。那我没有准备的你就奉献，没有准备的不要奉献哦，没有准备的不要奉献。请大家起立来应奉献诗。这是咱三角来吟诗信诗第391首，吟诗后请蔡长老来替咱来教导。我的天顶自在，创造天地感海，保护万民，让咱的跑体验，让心莫的上帝，的三位一体，百家相信。阿门。我哋对着最后所祈祷母教母亲的问典，天父上帝永未改变的天行，谢谢相通班长夫妻，愿上帝的慈爱恩典与你们同在，特别与每一位妈妈同在，纪念他们，让他们活着的岁数中有主你的恩典跟他们在一起，永远享受着幸福与快乐。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即时我来报告。后主里有侍奉者，请看这侍奉名单，若是有侍奉的人，请准备心。我来看周报内底聚会动态甲奉献报告，请大家参考吼。若是奉献部分有出入，请向我本人还是会计来反映。我来看消息报告我重点来念今日小组的分享暂停一摆第三点是就是今日是母亲节感恩礼拜教会有送每一位母亲一个小礼物若是无摕到的来
会后请来欢迎吼。过来看第4点，5月18号，哦，咱的李依婷姐妹要为诗班还有棒中团甲敬拜团契吼，要拍摄宣导片吼，若是当天会有摄影师、收音还有灯光一起来合作拍摄吼。但如果有相关的人员吼，请预备心出席。那时间跟顺序哦，请大家自己参考。第6点我们将在5月26号服务团契的慧如姐妹要分享这个点心的制作。那有些材料的准备需要先登记。那请要参加的兄姐可以在后面登记，那个后面的布告栏来登记。第7点是6月9号要举行咱的新礼典，若是有兄姊甲小额成人洗礼，还是坚信礼的部分请伫5月26号进前甲尹长老来通知今日礼拜后有棒中团那是棒中团的成员请留来练习。过来是即摆要请叶老师来甲咱说明咱遮圣经抄写的部分。兄弟平安吼，咱即摆有抄写的圣经台语的啦吼，咱台语的圣经是华的嘛，华的但是咱迄个纸是直的啦。因为迄纸含迄国语的共款是抄直的，所以咱嘛是甲抄直的啦。抄直的，反正它分段也是一样，这样按照这个华的这分段。中间伊有迄个罗马拼音啦，罗马拼音的是像迄工咧写来讲谄媚啦谄媚咱知影台语谄媚啦谄媚伊就有一个括号有迄个用罗马拼音写，伊就写 CHHAM。迄是签迄个 CHHAM 你写到一格就好啦。咱就写一格一格你就写安尼啦，莫搁嘛反做安尼写，就是一字拢甲写一格。共款迄个字用罗马拼音，咱嘛是甲写一格啦。若毋知影，我有写一张伫后壁遐，咱会当看啦咱这无压力啦，毋是讲当时爱写了会当豆豆写啦。你若讲是讲下早时起来，你就甲豆豆写写几节中昼写几节，下晡写沿暗写几节嘛会使啦。豆豆写，我们可以像你要写古约、写新约拢会使。其实后面都还有很多还没有填的可以填，可以慢慢写。也许它有50章，50张。这个圣经台语先拿那一面拄啊刚好1张啦。因为这一半是一页，这一面啦，这一面，所以伊页刚好是1张。伊个差不多拄啊1张，精差无介济啦。你看讲你要写偌济，咱就家认看讲迄有偌济张啦，会当豆写以上。不过最后咱再次欢迎咱社区班的妈妈来参加咱的母亲节感恩礼拜请卡开咱就拍好无希望逐礼拜拢会使看到你嘛。好，请坐。这是咱麦岛闭会。平安，建议